今集同大家分享酒店生日布置，介紹嘅酒店係麗思卡爾頓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同撳鐘仔，中意嘅話記得讚好。大家記得睇到最後攞優惠。麗思卡爾頓位於柯士甸嘅5星級酒店，擁有最高天際酒店，房間空間充足，適合作為生日布置擺放。擁有 Smart TV 可以播放影片，房間擁有落地玻璃，飽覽整個維港景色之餘，夜景亦能夠增添浪漫氣氛。留意唔同房型會有唔同效果。我哋20 Balloon HK 布置經驗豐富，酒店房型布置設計專業，亦都係生日打卡嘅好地方。房間內不同位置都適合影相。今次房型屬於豪華套房，房間擁有落地玻璃，除咗可以欣賞景觀，仲可以作為裝飾用途。今次生日套裝以 LED 水晶氣球同燈牌營造浪漫氣氛，為你打造最獨一無二、驚喜難忘、浪漫的生日驚喜。現場效果震撼又浪漫。立即卡低呢個畫面，再訂閱 YouTube 同 Follow IG 20 Balloon HK， 付款前俾我哋睇張圖，即享有5% off。我哋20 Balloon HK 布置經驗豐富，提供生日、紀念日、求婚、百日宴、應援布置、商業布置、節日布置等布置服務。立即去我哋20 Balloon HK 官網，了解其他獨家熱門生日款式及價錢。如果煩惱如何打造驚喜畢生難忘的生日布置，歡迎聯絡我哋20 Balloon HK， 我哋為你提供免費諮詢。如果想知道其他酒店布置或者節日攻略，記得要訂閱、撳鐘仔、讚好。我哋下次見。